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夜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南风，南风。 南风，人又人，人又人，太阳东，夜夜数，最好是摆摆看天北望，一手偷偷剪下心思。 水墨寒，云从此从天开天，强烈是纯属南天北野。你要吃那个肉啊？哦，我今天早上做很久哎。怎样？好吃吗？嗯，很嫩的。阿寿教我做的，他说你一定会喜欢。 我今天早上去看了2间房，我觉得都很好哎。有一间在中山北路上面，交通很便利，离这边很近，可是房子小了一点。然后另外一间呢，在汀州路上面，交通比较不方便，可是房子很大，而且有3间房。屋主说啊，要尽快跟他联络，如果要的话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你觉得呢？好像远一点也还好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房子大比较重要。这样以后我们1间房就可以给阿婆住，那另外1间房我们以后就可以当小孩房，房子比较大，小孩活动空间也比较大。哎呦，你现在就想到小孩，你想太远了啦。我们现在啊，应该先把工作作为最重要的事情，然后等结完婚呢，我先出去工作，我们一起努力多赚点钱，存点钱，以后就可以像台秀一样有一家自己的诊所，这样子经济稳定了，你要生多少小孩都可以。今天啊，我还在延平北路上面有看到一间楼房，它很适合拿来开业哦，2楼很大，我想啊，20间病房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很难吃吗？怎么了？你这样不是想更远？我哪有啊？我是为我们未来规划着想你都没有好好计划一下。你这最好摕两啊照相筒一下，爱记得哦，吼。没关系嘛啦，嘿。那我们就你们家如果有那个小孩子穿不下的衣服明天都拿来给我。你家又没有小孩，为什么要那么多小孩？不是我自己要的啦，是那个369要我跟大家要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丽婴生小孩，真的啊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！对啊。对呀。要生年丈夫啊，那镜头给亮亮啊，乖乖啊，记无迄物做。生年做咧骗你做过的丈夫哦，我会太哦。哪会通的啊？哪有用讲的啊？你喺验飞吼，骗人做过的又细个，做起来唔免用少，虽然较好水啊。你个按伊的，像我那孙啊，都按难咯。要无人同地讲啊，做嘢嘞。你生每年无做嘢嘞啊，安排问题几多。民国呢无流行做嘢啦，唔啱啱你这样做，唔会真麻烦的。去上这个处理如何的啊？去上细来年一点年嘛该，你讲又没美国，佢同美国人有冇穷样？讲唔讲啦？来来来，你看呀，嘛该，慢卡。
遐讲诶，毋免对咧讲内电诶。哎呀，两家人过年是团圆饭呐、一片会读书的莫归来陪老人家，唔会读书的顶多归来陪老人家吃饭。过农年呢，毋是演诶，新年诶哦，很读书，爱有成就啊，有迄内电诶福气。唉，今年哦是团圆饭哦，注定爱人人熟熟的。唔有爱啊，无诶。你阿片，你看台少，最近哦就较好嘛，无拄叫行期的呢。来，啊，行亚夫，将军，哎，嘿嘿，袂过叫无放弃诶，用要不唔记味副卡的生意呢，读书嘛，无啦，没有钱不其他的读书。无钱分，参谋上拿。同伊讲哦，迄个讲啊，教育费用啊，做唔得上啊，生意呢哦，是死鬼重要的。咱这考唔要读书给对啦，先上下来啦。唉，无用讲的。唔知啦，你这客资资在做乜个？上美伫一天给阿凤记啊，哎呦，等摆去医院哦，偏手啦，金木猪金边哪会看呢？看到猫哦，都写唔出来。该通讲啦，阿凤子嘅人吼，嘴巴的，心肝鬼害的。去讲啊讲不用呢，啊瞎讲真呢，通通真正跟男的人，有乜好讲？你都讲，啊敢讲不用？有。你的讲法要按出接啊，嘛迄纯葱不用，又没讲，纯葱老讲又无朋用诶。哎，下半年来咯。什么？哪有呢？你看，讲都要死啊！哎呦，啥先生啊，哪有讲？姑娘做唔得强嘅，讲太少，有嘛？伊讲这有同哦，三步就唔会这有事的哦。那一次到哦，公婆之间哦，讲法会清清楚楚的啦，做唔得有秘密的啦。你讲秘密的话哦，用做公婆的。台少真嘅无骗过三宝少。无咧。哦？薪水啊，真嘅无。你薪水，年尾全都伫个，叫过客。薪水很鸟啊！台少吼，后期做高中的薪水，全部就减出去。那个教书啊，那个钟点费、午餐费，全部就一家出。哎，你阿爸快睇咯！你洗妹哦，水脑洗来两件事情呢？哪两件？骗钱啊，骗感情啊！啊，两桩事情哦，讲清楚如何啦？因为哦，唔会好计较人。对啦，不过是无唔记得哦，在身边哦，有只拉拉杂杂嘅阿凤子啦。佢大摆哦，就老三宝说讲，唔好安尼大件事情，就安尼本安用的就用。哎呦，爱上哦，爱定做男人的啊，做唔定吩咐人家看水下。有道理。
娘呀！我答比注意生同样一个检处理那种事情，你用先同我参详一下喏。你伫注意生打电话落去时间还有急快些么？我讲也无想到，我信赖无？那当然唔信的啊。系啊，你爱讲通唔讲，结果你会强用啊！我又还是讲咯。今娘会强用咯，我迄娘食的呢。你做妈隔天哦，无去同我参详，天气妈妈先同我讲一下的啊。另一件那种事情要注意先同我讲，有想讲我迄心情无？你当做你还细细的事情，那个心情唔心情啊？你有咩细妹？俺来讲无法骗人哟。我唔是讲妈好法骗我啦，我迄味都唔好呢。我无希望爱辛苦赚钱，到面也乜嘅都得唔到。唔去我辈，大家都想哦，为人付出，看可以攞啲嘅钱出来冇？抢有爱哦，你顿输定人世界嘅财产啦。唔好讲啦，佢同手會吵起來啊！放心啦，佢哋絕對唔會吵嘅啦。一定會吵嘅啦，你係人來賭我。好啊，賭就賭啊。我揾自己講啦。好啦。哦，可以。結果嘛，人唔要按小氣嘅人啊！你同人一邊檢出去做好事啊，人有冇反對呢？我喺見哦，冇同我先參詳一下。好啦，我查過念嘅啦。哦，係哦，嘅注意先啊！我拜託買兩台最新型嘅顯微鏡，和把人一台從教書嘅時間都可以用嘅。買兩台。嗯。嘅教書唔係唔見嘅，要買兩台聽聽啊。cái顯微鏡一台貴貴嘅，不學生係輪流用都好嘅啊，慢慢按到台個做慢咯。最好嘅一台哦，要5、6千呢。哎呦，愛買當然要買鐵好嘅咩？愛啲，你講哦，你啊好交嘅錢啦。來看哦，cái顯微鏡哦，你算係前外國送嘅好嘅啦。好啊，安尼啦，我哋你送5台。我得5台，你冇太過分啊嚇！5台幾多錢啲冇？睇到2台啦。3台。2台。走起來，不要，難受。哦，2台，你2台，逐擺超市都會唔一樣嘅，嚟出去哦，你話加做係鬼強嘅。因為因係太小咩？不過太小同三寶小嘅法唔係應該啊。好啦，三寶小，改天做對去食飯冇？錢都本錢包嘅，凡事落嘅。行條車。太小。太小。三寶小。誒，記得加安用，算得有嚴格冇？唔對哦，明明就燙到給梁山按台上呢。係啊。怪嘞，那這樣是怎樣？安尼，還會賭冇？來看看他送哪東西。好了，這樣。經過個啊，許博士啊！哎呀，經過個。哎呦，俺叫冇看到誒，哎呀，用時間來呢。啊，做得來看唔啦。我比娘誒，哦，會痛冇？哦，該好嘅啦，該真嘅勇士哦，按生意對外。哦，今日啊，我來去當拿錢來還你啦。哦，你還表示哦，你今年過得過好誒，有賺到錢誒哦。冇啦，做得啦。我等吼，總是阮改名嘅吼，數什麼較好嘅啊？改名哦，改乜嘅名？改米河村啊。娘乜鬼呢？俺哋每眼免唔知呢，人哋講起呢年吼，不管喺中心村還係米河村，
啊，只有输神吼，啊，该目个命全部穷用啦。你看啦，米愈的米利啦，雨愈的雨平啦，这米雨的命吼，安愈过好。不过吼，重心论的命我改天也不唔盼的。哎，红啊，唔免掩饰佢哋发现的严重，一定拜托一下，看做哋每一条命改天。哎呦，乱来！去改天命关立法院嘛嘅事情哦。佢人家係严重，佢一定会有办法的呀。而且伊家立法院严重天天的，人喺前外科的严重，还喺高重，还有两个重的，故说哦，还比佢较开。好啊，今日同拜托一下，拜托市严重、市高重、市太小，做得了命哦，我改天冇。哎呦，做唔得啦！用做唔得啦。你看吼，我哋咧家中对以前都也怕都冇改变的。你讲做得同 Q 的重心论，带念历史，用美好一个命迎接新的希望啦。哎呦吼，过好啦！哟，你看啊，有啲咧甜，嗰叫無來。紅誒，有啲似乎嗬，全部都係讀書人，冇人去耕田，啊，看嘅田慢慢田好嘅啦。哎呦，做唔得啦！你喺牙工留下來做工業呢，我嘛解吼，也都冇可能買啦。咁無聊定咯，做乜嘅喏？你嘅問題哦，冇你改好。你要貼上乜嘅搖嘅冇咧？你上愛朋友教。啊，你查某囝是读国立的，就叫伊去下乡教学就好啊，对吧？主要是那个医学科的老师他带起来。阿福姐，佢地都已經賣啦，可以落去鋪頭。哦，有高中啊、大學啊，有咩代表的？ 40塊。哦，你見到落做乜解？你老人講家行喺要吐痰度，睇少叫盤福高哦。盤福高。我老多叫這個出來寫的。寫乜解啊？寫醫言啊。最近哦，就一冊永遠鼓勵研究出來寫醫言。哦，佢 NGO 而家做醫院嘅研究，佢哋情況有咩啊？我睇唔到佢做跳舞嘅喎。佢起棒沒有？以前哦，就一冊老排球高，中咗2針針，就算比現在多，根本唔會出來。就唔得參選，叫盤福高，佢睇上真緊喊好來哦。係啊。你要創啥啊？黃小姐，聽講伊啲有咧煮物件互食喎，我不過食藥咧。無啦，你出去啦，你出去啦，莫啦。对啊，你跑进来了。那你要追他們啊，你不要拉進去啊！恁知無？內面開會的人是啥無？唔知咧。看伊的辦事哦，絕對唔是普通的人。迄台小即馬在創啥物啊？唔知咧。唔知吼？嘿嘿，辦病院啦。咁樣？唔對，辦學校。是嗎？唔是啦，伊即馬哦，要傳說伊哦。什麼傳說伊？較好咧，傳說伊參加選舉啦。講法敢若真誒咧，無可能啊！奇怪，這台小是免困擾，一個人會當做醫生、開刀、做校長，啊做董事，安尼會收無用無？我聽內面醫生咧講吼，台小哦講要起美和中學啊，有足大運動場啊，有足水嘅花園啦，內面吼有餐廳吼，我要去宿舍吼，要互老師甲學生啊住。你看，這佫加幾工啊吼，這整個病若控好吼，一老到成吼，迄個導遊你就滿會了啊。即馬咱這教室是向東面還是向西面？
当然，即马所讲的意思是讲乌帮的方面嘛。那乌帮的方面，咱是一个人向北。人向北，安尼来对啦，来，设计图听我看吧。不过当然，中国时咱嘛是以囡仔的立场来设想的啊。所以商场边的头门才倒边开伫东，啊这边开伫西。啊，日头照入来光线嘛较好，啊囡仔读册嘛较袂近视啊。安尼那对啦。你即马咧坐落的东面、西面拢是日头呢，啊日头照入来，啊囡仔毋着规工白日拢要读册啊。不过当初是嘛拢照设计图来动工的啊。安尼做袂使啦，顶做吼，顶好。不过等下你甲看，啊地基拢挖好啊，水泥嘛空啊，啊铁条嘛已经插，这要搁挖起来，要费真大工程呢。你着做唔对就是顶做吼，顶做。不过等下，这安尼要开真侪钱呢。啊唔对，你开较侪钱嘛是爱做啦，顶好啦吼。等下。啊，设计图起来看卖。同汉，都带很用的喏。附近的打电话同讲，我到要重新去过迄。嘿啊，佮讲哦，我重新去过，我发觉40人班呢，你安知哦？当然知啊，挖个400万哦，反爱做啦。佮无其他的办法嘿。生源特殊吼，环境真重要啦，了点但绝对唔会用铺的啦。按多年呢，用还按硬红呢。迄讲5年天都去过，也意思就是讲，当时中高中做伙结听，迄唔错的哦。来莫用讲，那个工人的看法无共用啦。教育是长久的事情，为着生人的，得生人也唔怕啦。其实，也心肝想我做嘛干也袂唔对嘿。毋过我爱三步骤嘞，我有我的看法，然后考虑的事情也改多。去过就去过啊，无用的喏。好啦，唔讲的啦。我暖水洗身嘿，也袂唔对嘿。哎，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嘿，你1000块我白出来的，一边哦。对啊，这样。给你钱吧。是你傻小啦，给你钱吧。手唔来甲放开。哦。徐医师，阮大开小伤啊，甲医好者。呵，啊，你不要激动，我会帮老大看诊。好。哎，要放开。你先放开他，我需要护士在旁边协助。来，放手。你们是外地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刚才回来啊？
实你们可以不用这样。我们许外科啊，从开业以来，只要是进来的病患，我们都会尽力医好他。你来讲话啥话哦？啊无哦。去叫翠姐。还好吧？辛苦了。这间医院有什么事吗？阿师。有没有事？没事。好，没事，谢谢。好，没事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各位。有，他们有再回来，对。哦，许医师，啊，警察现在在跟他做笔录，对。哦，没事，好。可是今天好像会问大家话，弄得蛮晚的。好。有诶呐，满咧行来行去，行拢也跳那纷纷哦。迄时候啊，你去医院看下，啊，等恁迄处理唔好啊，你搞记啊。生意呢，他水甲加愈好诶咩？迄无笑都坐下来啊，洗比茶也好啊。那明年哦，拄到事情，一家当，一家开，莫讲诶。爸妈，係幾耐嚟？哎呀，幾日？另外個票調到鳥誒。忙啲呢？哦，慢呢，實在哦。錯啊，佢咪唔講哦，佢睇一定嘅個，佢非打電話過來講咧，講啦，我笑啦。上擺哦，在時個就俾人腳出去呢，下擺哦，可生意嘅哦。哎呦，原來社會都喺聯合國咧投票嘿，難怪那麼中意耶。醫院啊，恁姑貼啊，笑嘛嘅喏是。好啦，冇笑啦，我較早去衰麼，聽我去打造咩係用多開嘅，阿恁姑冇按做鬼啦。錯啊，嚇。用嘅咯。掠個太事情誒，我要緊張，唔得嘛緊張人錯啊。喂，嘿，冇事情咧。好，嚟啲咧。好啦，大家哦，要做些鬼哈。好。娘誒，你講乜嘅？我嚟去冇？頭先唔係講，醫院有探人有好誒，今日還有緊張啊喏。那有啦。有時候會應該嘅咩？反而嚴重啊。嚴重，我是慘。用嘅喏，見尿痛。算對咧。
要同爸爸讲。这是几啊？爸妈，结果鸟的。多一票，过关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错嘅。哎，恭喜俺不头啊，可以好好睡觉无诶。万岁嘛该喏，也下吼，太师嫁过犯世事啦，来等去医院看看先。好啊，那上注意些点心吼，迄不贪咧。去医院又唔但冲太人，你经年，要变年咯。爱惊佢要肚脐啊！错啊，妈下来有妈唔错。那明年哦，多做一系列事情，哪有嘛该喏？怪奇怪哦，对别人都按好，用对乞丐来都按要求。下摆哦，医院大小小的事情拢爱客气啊，希望看认真些点，哪会使呢？好啦，同我爸三讲哦，是朱家同大家搞出来，哈。告诉你们哦，我有听阿红姐说，想当年啊，有几个报名冲进医院要砍人的时候啊，院长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啦，他就说，只要在我的医院里面啊，你们休想动我病人一根汗毛。哇，这么客气啊！对呀，这才是男子汉的气魄。那徐医师跟他爸爸就差太多了吧？就是啊，哎，你们不能这样讲啊。徐医师如果跟歹徒正面冲突的话，万一那个人砍他一刀，他怎么办？是这样说没有错啦，可是你想啊，徐医师是院长的儿子呢，院长又那么的强悍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徐医师想要超越院长的话，会有一点点难呐。可是，话说回来呢，院长走的是强悍的路线，对，而徐医师走的是温馨亲民的路线啊，所以两个人是不一样的，不可以放在一起做比较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好。徐医师你好，徐医师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没有看见你。你昨天被人绑着，没受伤吧？啊，对，没受伤，没受伤。我全身上下五妈都无咧保庇啦，所以无代志。谢谢医师关心。受伤就好。谢谢，医师慢走哈。谢谢医师。你完蛋了。徐医师平常对我们很好啦，他是不会跟我们做计较的，不会放在心上的啦哈。他会扣你钱，1个月夜班，大夜班。大夜班哦，很累呢。走比安不哦，太嘎都强多哎。今天抢太卡是主角面线，阿师你要多吃一点，这给你压惊补运的哦哈。谢谢咱墨酒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快吃快吃。阿玲哥，你要多吃一些的哦。对啦，好，大家轻松些嘞，好。奇怪嘞，哪一种没用？也太皮的啦，你做唔得善多，对你身体有唔好。个没用还用色嘞。台秀，谢医师、徐医师，有一个打大厅好像很严重。爸，我先看。把点点过一看到胡德生。你看一看。青啊，你听阿爸你叫你我啦，你较清醒咧，较振作咧啊！你别再死啦，你别再死啦！阿伯，你谁啊？叫你讲卡着啦，啊，怎啊唔知要安怎？医生，拜托你快救阮囝啦，拜托的啦！我敢若一个后生，无论开偌济钱，拢无要紧，你来甲救，你来甲救，拜托，青啊！你较清醒啦，紧的啦！是款啦，拜托医生，紧来救！钟局长，拜托的啦！
酒，还有刚好，回去登记天数啦。哦，好。迄样的喏，计毋是迄趟贪人天数嘿。伊即个决定吼，即个会做啦。先生，你后生是安怎吼？我咧田咧做工课啦，一转身吼，去路口卡着，沿路甲挨到遮，拢无人要收啦。那朋友介绍，敢若你一间吼，我都甲救啦。拜托诶，你一定要甲救，我敢若真个后生，拜托诶。会啦。你一定要甲救。会啦，你放心啦。好好。咱遮先坐咧，一定要甲救。好好，无问题啦。你先坐咧吼，你坐咧豆豆仔讲，你坐咧豆豆讲。准备电击。电击准备好了。200加2。是200加了。可以。走，来，抢清真，来。300加2。做唔得，佮心跳安动乱呢。360加2。做唔得啦，360加2，准备好了。时光内。红衣来。医生，即摆阮囝情形安那？阿伯，歹势。啥物话？你讲啥？我已经尽力啦。你讲啥？歹势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你讲你会将囝救我的？你安尼啦，我唔相信。你我讲来，你用阮囝命来啦！你救啦！你较冷静的啦。我今仔一个囝尔，伊若死啊，放我一个要安怎啦？我唔相信，我怕你死。别激动啦，你用阮囝命来啦！你安尼啦，安尼啦。我敢若一个囝尔，你死啊！我是要安怎啦？我们跑死啦！用阮囝命来啦！救我！我做对的呀。来摕成功包的，技术唔好，用咱当公正国别发，我按冇用。爸，这个一套书，那个一套都有东西，能赚到款呀？来，讲啦爸啊！师弟，
不是同个菲斯利。我同讲，看到桥牌要做，就算连生意也救唔来，反正我要要救伊。不是，你可是注定无希望的吗？干做乜唔当嘅喏？你当下发，我做唔会做唔错嘅啊！千强做唔错嘅。我上爱看到的，如何面对困难的态度，松派阿婆的事情，我妈讲唔晓，我想做伊高兴，也下来骗人救唔到的，娘个，我上爱做较严重的。遇到困难爱面对的，唔要逃避，你知无啊？爸，万岁。我本身忙。爸对我啊，对骗人，对这世界愈希望。爸休生时嘛同强用啊，于摆，我同三我的先生铁路红，看到一个休生人，不能大死，我无办法救伊，这样事，我要过辛苦的。我体上做一个医生，又无可能救伊。就让我也下心情强勇。哎呀，也是每一个做医生的，都要面对的问题。唔可以无接受两个骗人啊！但伊一旦接受的，不管生死，我都要面对。也下非常爱出国。爸，我搁食。骗人啊，你想爱良知，爱抢爱骗子，因为骗子骨架，骗子做得了天副卡，比罗尼卡。少棒冠军后，面临了前途的抉择。几多年落度哦，也合袂上有人，行上行海。我加油腿天师是董七哦哈。来啦，吃茶。啊好。也有唱歌的啊，做戏的啊，枸杞哦。等等啊，我就拿几年去买台来看。啊，着摄影吼是懂强哦，不过我家就无马钱，就做唔得这个大球，是懂大上。年总，你底下运动嘛？当然底啊，在平塘哦，几多人教的咧。啊，错啦！我附近哦，还有人送的树落的呢。真嘅？严总要动好运动哦。当然靠运动啊。无等下，安尼就来打球。好。好。
最近诊所开业，好忙哦。地点啊，虽然有点远，规模也没有很大，不过啊，也算是我们第一步啦。哈，公正现在那么有成就哦，台秀很高兴啊。本来还以为你们不会赞成我们出去开业，我们公正啊，都吓死了。怎么会呢？台秀对公正就好像是对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哎呀，哦，这次台秀生日，龚真跟医院里的医师有合买礼物要送给他呢。台秀，唔困啦，这位用亚啦吼，安尼拿电啊，留给球的吼，安尼扶拉落去吼，大家球。好了。用的啊，用爱欠哦，你来要有好意啊。唔对哦，唔对无迄记得无爽了。那迄台湾人伫的啊。那迄娘的呢？唔但要唔对啊，爽的嘛给东西。内容唔好，台。拿了钱哦，本人看表去啦。好啦，无的哦，愈办本人愈好的啊。嘿啦，已经赶快把东西收一下。好了。双脚无来面啊，强啊！半行无来厝啊，反转那个南马风啊，冲山流来过那。哟来伊那来演那，土贫落苦那，偏背那个猎巴国家，盼米哟来佛那。